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13，今日介紹中古。咁中古係點樣嚟嘅咧？中古就源自於日語嘅一個二手保存良品嘅一個商品啦，尤其是用於一啲奢侈品啦。咁中古手袋通常都會有一定嘅年份嘅，咁因為啦，佢係可能因經典嘅設計啦、停產嘅款式同埋限量嘅款式而具有一啲收藏價值嘅一啲產品嚟嘅。咁同埋啦，第二就係熱門嘅款式啦。咁喺中古裏面亦都會有好多品牌係好熱門嘅，例如愛女士嘅一個 Birkin Kelly Constant 啦。咁佢特色就係保持性價比極高啦，稀有皮嘅質感啦，咁會有鱷魚皮啦、鴕鳥皮嘅更高價值嘅。咁第二就係香香嘅一個款式啦，經典嘅一個 Classic Fat 啦、2.5 波同 CF 嘅一個菱格紋啦，亦都係佢四大金剛裏面最受歡迎嘅系列。第三就係 Louis Vuitton 嘅一個LB 啦，OK，咁經典嘅 Speedy、Never Full、Alarm 同埋老花系列，亦都係最流行嘅一個經典款式。第四就係Gucci啦、迪迪啦同埋芬達，咁主要都係一啲老花嘅系列會比較受歡迎少少嘅。今日就講住咁多先，我係13。